诈骗出头800款，抓都抓袂完。今年1月到3月，民众拢总共骗超过225亿。一个月内抓到嫌犯有4000多人，车手就占3000人。为着要防止车手来领钱，台南市推出 AI 系统，去 ATM 领钱，若准日子安全无，或者是挂喙暗，则警报就会亮。民众挂喙暗要领钱，语音会先提醒讲，甲喙暗留落来，若无照做，就会出现警铃声，提醒其他的人爱细字。这个提款的民众可能咧做非法的行为，这是台南市为着防诈骗推出的新措施。民众去 ATM 领钱，爱甲安全帽脱落来，留喙暗，甲规张面现出来。比如说隔了10秒钟、20秒钟，如果他不拿下来后，我们就会启动警报，就会让周遭的民众以及银行的行员跑出来查看。诈骗集团骗民众汇钱了后，由车手去 ATM 领走现金。台湾高等检察署统计讲，2月初十到3月初十，全国查到3180个诈骗相关的案件，抓到4500多名嫌犯，其中车手是买3000人。也因为车手惊警方查到，常常伫安全帽挂喙暗来领钱，市府希望阻止因按算这个政策后个月上路。钱比较重要。怎么说？钱不要被盗走比较重要。所以你觉得 OK 可以配合？对。我是觉得就是有时候，例如说你戴口罩，然后你要特别拿下来，我是觉得会有点麻烦一点啦。系统会做好一点的话，如果一直辨识错误没办法理，会相对来说比较麻烦一点。警政署拍诈骗仪表板数据显示，今年1月到3月，民众受骗的财损超过225亿，显示诈骗也是真严重。台南市长黄伟哲佮拍算进一步建议中央，未来伫 ATM 领钱，唔甲规张面显现出来，会当强制回收卡片。唔过领钱汇钱，佮爱甲面显现出来，有法界人士认为市府这个想法是好的，唔过嘛要考虑法律保留原则，建议爱思考安怎互这个行政处分会当有法源来依据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